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嘅咧係 iFinch 裏面其中一個財務策劃計算嘅功能，就係綜合理財策劃啦。入到呢個功能頁裏邊，睇下裏邊嘅操作係點樣運作嘅。大部分 iFinch 裏邊嘅功能咧都係獨立嘅，而綜合理財策劃咧係將多個獨立嘅功能咧，我哋擺埋咗一齊。當中咧包括目標定期儲蓄啦、教育基金，仲有結婚物業策劃，另外退休策劃啦，同埋最後一個係保障策劃添。我哋而家睇睇佢哋嘅功能嘅運作究竟係點樣樣嘅。大家可以咧輸入名稱啦，同埋年齡。當然啦，亦都可以用呢啲綠色箭嘴啦，去選擇佢哋嘅身份，之後去輸入佢哋嘅年齡。譬如話而家本人係40歲，配偶咧係35歲，第一個子女咧係3歲，而第二名子女咧係1歲。我哋而家咧係想做一個目標儲蓄，我可以輸入個金額，譬如話我係想儲50萬嘅，儲蓄方式係每月，而我每期嘅儲蓄咧亦都係想做5000蚊，我係想儲10年嘅。究竟佢嘅分別嘅目標儲蓄同埋定期儲蓄究竟係幾多啦？嗱，呢度咧就一目了然啦。如果同時間想做埋呢個教育基金嘅話，就好簡單嘅啫，即刻喺呢個入讀大學嘅年齡嗰度選擇翻究竟佢哋幾時入讀大學啦。仲有想喺邊度入讀大學，揀翻個地點，個入讀大學嘅教育基金究竟係幾多，即刻就可以見到噶啦。換一個身份啦，如果你或者你嘅朋友係想安排結婚啦同埋物業嘅策劃嘅話，你就可以咧用下邊嘅功能啦。首先選擇婚禮嘅形式啦，我想選擇一個最高開支嘅水平，而儲蓄嘅方法咧係每月，年期咧我係想5年咧就可以做到我呢個計劃噶啦。咁至於咧物業方面咧，我而家嘅利息咧當係3.5厘，而年期咧我係想供30年。按揭嘅金額係350萬，而利息嘅變化我係當1.5厘嘅。輸入晒所有資料之後，分別結婚策劃啦同埋物業策劃，我都知道我需要儲蓄幾多。跟住就睇下下面嘅退休策劃係點做咯噃。首先我就輸入我期望嘅退休收入係幾多啦，譬如話係3萬蚊。我嘅預期退休年齡咧係65歲啦，我嘅預期退休後嘅生活年期咧係25年。咁我而家現有嘅儲蓄當我有50萬啦。另外啦，期望嘅儲蓄回報率係幾多啊？我當係5%。而家強積金嘅結餘有100萬，強積金而家嘅供款咧係有3000蚊。另外啦，強積金嘅回報咧，我又係當5%，好似頭先嘅功能一樣。當我輸入晒所有退休策劃嘅資訊之後咧，我就知道我嘅退休儲備金需要幾多啦，而且我每個月需要儲幾多錢，亦都係一目了然嘅。跟住落嚟咧，就會睇下綜合理財策劃裏邊最後一個功能啊，就係保障策劃。我哋去低啲，睇下啦。而家嘅現金水平，譬如話有幾多咧？當係有10萬蚊先啦。另外啦，物業嘅價值而家係值500萬嘅。咁至於啦，強積金而家嗰個累算權益咧係有100萬。另外其他嘅投資全部加埋咧係有50萬。至於保額方面咧，加埋咁多張保單咧係有250萬嘅。咁至於啦，開支嘅水平係有幾多咧？咁我哋睇睇啊，當我而家係每個月咧係需要有3萬蚊啦。而家啲小朋友都仲細喎，需要20年嘅年期啦。按揭嘅餘額咧，而家係300萬。緊急嘅開支咧，我係希望有25萬啦。另外啦，至於其他嘅債務，我加埋咧有10萬蚊啦。至於善終開支方面咧，我係需要有20萬嘅。咁當我輸入晒所有嘅資訊之後咧，就見到我額外需要咧係165萬嘅人壽保險嘅保險金嘅喎。至於如果你想修改翻系統裏邊一啲嘅預設值，你就可以去翻上面啦。嗱，呢度咧就有一個齒輪掣，你撳佢嘅時候，佢就會出翻嗰個預期嘅通脹啦、預期嘅回報啦，同埋預期嘅銀行息率嘅。咁譬如話，如果你覺得預期嘅通脹而家咧其實得2% 嘅啫，咁至於回報咧係5%，其實我已經滿意噶啦。咁跟住我就撳翻確定。系統咧就會將嗰個預期回報率啦，同埋預期嘅通脹咧，包括埋個銀行息率咧，都會更改埋嘅。如果你想將呢個記錄儲存落嚟咧，係可以噶。你就首先咧翻去頁面，
你呢度咧就會見到一個磁碟啦，你就撳佢，佢就會問你係咪想儲存呢個記錄啦，你答佢係啦，跟住你俾個名佢啦，譬如話呢個係本人咁樣啦，self 咁啦，我自己打個英文名上去，之後再撳確定，個記錄咧就會儲存咗落嚟噶啦。如果你想揾翻呢個記錄出嚟咧，你就可以去翻個功能頁嘅 search 嗰個功能咧，就可以揾翻出嚟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想輸入另外一個個案，首先咧你要清除版面上面一啲嘅資訊，你可以咧去到旁邊呢度啦，揾翻一個交叉呢個嘅 icon 啦，咁樣撳佢，佢就會問你係咪需要清除資料，你撳 yes 係啊，咁佢就會幫你成個版面上面嘅資訊咧全部清除晒噶啦，以便你去輸入另外一個個案進行分析嘅。咁今日咧嚟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。